罗马书12章第9节到21节，听着心心心意，着怨愤歹，坚持好，着用兄弟爱互相相疼，着真心相敬重，毋通贫惰，心志着热诚，继续服侍主，着藏毋望来欢喜，着忍受患难，着不时祈祷，着帮助恁中间善食的信徒，着好款待出外人，着祝福迫害恁的人，着祝福，毋通咒诅，着甲欢喜的人做伙欢喜，甲哀哭的人做伙哀哭，着同心合意，毋通骄傲，着做贫贱的人的同伴，毋通自作聪明，毋通用歹报歹，着做正人看做好的事，着尽所会甲正人和睦相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毋通为着家己抱怨，宁可互上帝替恁受气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主讲：伸冤在伫我，我会报应。毋过圣经嘛有记载，你的对象若枵，着互伊食；水焦着互伊啉，因为你安尼做，若准将跌倒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互伊面红，才通见笑。所以毋通互歹赢过恁，着用好较赢歹。